祝你早一天抓到凶手，祝我们都找到幸福。干！你们真的在交往了吗？真的如何，假的又如何？他一直守在我身边，我必须要给他一个答案。雨璇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。我在乎的人不在乎我，为什么我不去珍惜在乎我的人？其实，哎，别说这些了，史密达，你在未来谈过恋爱吗？在未来，人跟人之间是很冷漠的，只要条件适合，不用经过谈恋爱、结婚就可以在一起了。照你这样说，谈恋爱、结婚只是为了传宗接代，满足生理需求，那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啊？如果想要个小孩的话，就直接去精子库选一个就可以了。你甚至可以选你要的肤色、五官，这些全部的东西都会在 DNA 图谱里面去扫描合成。哦，那如果我想要，怎么办？什么？啊？就是吗？啊？装什么？你别告诉我你还是处男啊！当然不是啊。我知道。不过，我们未来的人已经进化到用脑电波接触替代了，哪像你们这些古人啊都不怕脏的。你说的未来更像是火星哎，不是地球。如果未来是这样的话，那多无趣啊！不是。明天当我的舞伴好不好？好。吴雪，吴雪，就一下，一下就好。你活了26年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
对不能被他看扁。嗨，各位媒体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嗨，今天非常难得哦，请到大家来到了何云云小姐的家里面，顺便参观一下啊。当然，我们今天这个记者会也要顺便的澄清一下关于之前的不实报道。有关于何云云小姐的新恋情，各位完全是子虚乌有，好吗？她跟麦克吴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关系，他们两个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啊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家直接问吧。云云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不是麦克吴的话，那为什么还会拍到你跟他从同一个电影院又同一时间走出来呢？这只是巧合，我跟他只不过在活动上面见过几次面，并不熟，又怎么会算是情侣呢？可是你们还穿了情侣装，会这么巧吗？只不过是有朋友跟我说，穿黑色系的比较低调，并不是故意要跟他穿一样的。既然已经澄清了跟麦谷的恋情，现在冯展案警察社会消息曝光，经过这段时间沉寂后，你是否打算重新复出啦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件事。这阵子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，在冯展的案子之后，我的心情和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是这个人陪我度过了一段很困难的日子，所以我想试着跟他交往看看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空间。这叫什么东西？请问是谁？你这是透露恋情了吗？对方不是麦谷，是谁？请稍微透露一下吧。对方不是娱乐圈的人，所以现在还不方便告诉大家。好了，那我要回答刚才的问题。我现在要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退出娱乐圈，不再做艺人。不会这样，你现在最红，为什么是娱乐圈红呢？没，各位，大家就只要写刚刚之前他讲的就好了，好吗？这不是最后决定 ，OK？ 我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再改变了。为什么要退出？是要马上结婚了吗？可以透露一下，你之前遭到经纪公司冷冻，是不是因为有恋情遭到封杀，才决定要息影的呢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那个男生吗？是他的事业的高峰吗？为什么？现在是最红的时候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说一句话。刚才云云提到的，想要交往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在场的各位都是我的同行，很多都认识，我就不自我介绍了。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会尊重跟支持。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很渺小，而他就像天上星星一样遥不可及。可是现在我才发现，爱情没有配不配得上，而是愿不愿意勇敢去包容和负责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宅男，但也是一个男人。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勇敢的面对大家。